日控指数台北安全对话伫咧今仔日开办，关注中国对全球的威胁，也搁有咱台海的安全，而且搁有邀请到美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来演讲。克拉夫特是呼吁讲，面对中国的野心，咱台湾就要看陆俄战争甲以哈冲突的这个经验，继续来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日控日数台北安全对话10日举行，以中国对全球的威胁，也甲台海安全为主题，佮邀请立场友台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发表专题演讲。克拉夫特是呼吁，面对中国无涉减侵台野心，咱台湾应该都要看俄乌战争、以哈冲突，都应该爱持续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China is investing that money. And capabiliti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onquer this island. In the face of this threat, Taiwan must do more for its own self-defense. The question Taiwan's leaders should be asking right now, if China invaded tomorrow, what will we wish we had done? And you must do that right now. Our government will also maintain a non-provocative and a non-adventurous attitude to prevent a serious conflict. From the breaking out in the Taiwan Strait. 受邀请出席的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伊讲，捍卫主权、加民主制度是台湾的底线。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前一天伫中常会上指出，中国进前又搁互台湾的文旦进口，啊毋过敢限特定关市，而且无透过双方合作的检疫平台，是利用特别的经贸往来分化台湾，不利建立台海的往来互信。先禁止，再私会，再进行区别对待进一步的分化统战，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没有任何注意。邱水正希望中国莫阁透过农产品进行分化统战，牵涉到检验的部分，两方主管机关应该经由协议平台进行讨论，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